让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的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大家的阿群妹请好声嘛，该喏。阿群妹请好声的东西就会甜的东西，甜的点心的啦。唔过啦，我真诚，唔过我食到极饱，食到7分饱、8分饱、9分饱，我就会喊去听错，我是一项甜的点心。按你这样说呢，一串的结束啊，无食太菜，无食到甜的东西，按你心情用会好喏。古时候啊，要甜的点心啊，唔管是太热、生热，还个什么热，大家听错都懂好食。唔过运用的食点心，当中来食到空天啊，食到对身体好喏。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小记哦，大家来分享今日的来宾，分享普罗蛋糕的负责人，欢迎蔡大哥分享。亲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蔡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今天带来非常多东东阿 Q 妹看到整个少女心大喷发的点心来，有看到冇？呀哈，做红有暗豆东东色，韩国有东定一下很可爱的图案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馒头吗？它算是包子。它是包子。一般来讲，包馅叫包子，不包馅叫馒头。而且太高有看到雅素红有一张他们的基本资料介绍，为什么？它只不过是很多种口味的包子，但是它却有这么详细的介绍，可以请蔡大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是，这个我们叫做卡通乐园包子。卡通乐园包子，对，简称叫卡乐包。哦，名字就懂定一下，很可爱。然后这个还有一个秘密，它就是不用色素的。不用色素，可是我眼前看到的，你看像这个就是绿色的呀。是，那这个绿色我们是应用了在地的天然食材，也就是一些蔬果类的盐汁去把它制作出来的。所以不管是绿色，或者是像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粉红色，很可爱的粉红色，还是黄色，而且其实光是这个红色有东东某 Q 用的粉色咯，有不同层次深浅的颜色，是这些都是天然的色素吗？对，都是天然的，都是天然蔬果的盐汁。哇，所以那刚刚大哥还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总共有几种口味？目前有12种。12种。对，那就像我们里面的这12种一样哈，那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血型，还有性向。对，像我现在看到的陶吉利，对，个性都不一样。陶吉利他是处女座，是 A 型，9月11号出生。但是他还顺便讲说，他的面皮，它的粉红色是我知道了，来自火龙果，是火龙果的颜色，而且还有内馅内馅是红豆麻糬耶，对，然后还有把他的个性都写出来了，对，里面都有写个性，像这个，其实像陶吉利，它是从我们那个我们拜的那个米菇有没有？拜的米菇把它演化过来的。哦，就像拿素红要的陶吉利，看起来内馅很满盖，叫做红豆麻糬。是，我把它剥开了，好舍不得哦！哇，有看到吗？对，哦，里面还有麻糬，还会砍丝的。哇，看起来这种想颜色，我不管了，我要吃了啦！你看它。挑丝后，某色包真诚某色包，你就会了，就是要吃这个，把肚子留来吃甜的。还会砍丝哈。真的，那某色糕包味极度，有包麻糬的，有包糍粑，都好深呢。是。对呀，韩国奶吃到这个面皮，其实我吃起来完全没有味道我完全没有吃到它的面皮有水果或者是蔬菜的味道，因为其实每一种水果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但是我却在这里面我是不会觉得它很明显有干扰到味觉的感觉，因为我们有经过处理，我们有经过一些热处理。是，那除了陶吉利之外，还有其他的吗？对，像那个皮皮它是黄色的，对，黄色的我们是用在地食材南瓜泥去制作的，南瓜泥有一点点的南瓜的香气，但是不是很重这个主持人也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来试看呐，可爱的皮皮，所以我现在又要很残忍的把它剥一半。哇，
很 Q 哈。有呢。对。这里面的中间的馅是什么？是地瓜。是地瓜。是。皮宽呐，我没有闻到南瓜的味道。没有哈。是啊。吃一下地瓜，地瓜是我们在地食材，也是我们西湖的一个名产，很好吃。西湖的它有些西湖的名产。番薯对，然后它纤维比较高纤维，所以一般人都会把它当成一个健康的一个食品。我觉得这个地瓜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奶味，哎，这个奶香味也是大哥自己就是想说把地瓜结合奶味把它融合在一起嘛。是，为什么会想说把地瓜跟奶味融合在一起？因为它这样子出来的那个口感会比较特殊。原来如此。那这个绿色的啊，刚刚讲到说这个绿色。里面黑甜眼的色素，它除了有绿色，而且还有黑色。是这个天然的色素是来自于黑色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竹炭。竹炭由竹炭去磨粉，变成竹炭粉来对做成黑色的。但是绿色的它是我在这边我要特别介绍一下绿色的，它是比较麻烦的。比较麻烦的什么？对，因为绿色一般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炒菜。炒一炒以后放着，它会变褐色，会变颜色会变黑，会正红。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带便当的时候，那个青菜在便当盒里，听说整啊，那个菜都是全部都是黄色，都是转黄了。对，它因为那个叫做退镁反应。退镁，镁是金字旁，对，那个化学元素的那个镁。退镁它有一个反应叫做退镁。那我们为了要去克服这一个退镁的问题后，我们也经过很多的那个工序。对，在制作上我们要经过很多的工序，我们会把菠菜，其实这个是菠菜制作的，绿色的菠菜制作的，也没有菠菜味啊，没有哈。很可爱，所以它刚刚大哥说你们是用萃取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来萃取才可以让它不要有这个脱镁的反应？我们会先经过汆烫，汆烫以后，对，汆烫以后，然后让它急速降温，然后把它打成汁，菠菜汁，对，打成菠菜汁，就像那个大力水手在吃的那个菠菜一样。所以这个吃也会很有能量，对不对？对。那除了用烫的、用蒸的这种方式来萃取，可以保留它的颜色之外，有其他的萃取方式吗？就是其他萃取方式可能会破坏它的颜色。哦，对，如果是用烘烤的话，我们知道嘛，温度太高，或者是说，烘烤太久，或者是说脱水太严重，它都会产生一些镁钠反应跟退镁反应。那我们尽量就是摒除这一些缺点，我们去用我们的工序去克服这一些困难。所以我现在要来吃这个，它叫菜嘟嘟，是菠菜口味的包子。菠菜口味的包子到底里面是薄吗？该东西呢？还薄吗？该料的呢？太薄吗？该？这是什么？它里面是白白的，白白的是什么？是巧克力。好香哦！是巧克力，白色的巧克力。这就是一个超级吸引人的甜点呐，外表那么可爱，然后里面又有巧克力口味，这是不是很受欢迎？这个口味？对，一般来讲，巧克力是小朋友最爱的。好好吃哦！这如果是我也超爱的。是。董后生呢？真是董后生。古手啊，其实亚的东西，刚刚大哥也有讲了，其实。很多都是选用在地的农产，比如说你刚刚的地瓜，是，还有哪一些是使用苗栗在地的农产，或者是大哥您都怎么样去挑选做这些点心的食材？是，这一些在地食材就像我刚讲的，我们红色的它是这个竹南七顶，它有很大面积的栽种的红色的火龙果这个做出来的，然后我们黄色的是用造桥的南瓜，刚也提到说地瓜我们都知道是西湖，是，对，然后这一个菠菜大概都是在我们也是西湖后龙这个区块，这边都是有一些在我们苗栗县农业处有登记的一些有经过认证的，或者是说有经过一些这个养生无毒认证的一些机构。哇！所认定的一些小农，
我们都跟他做了长期性的一些契作跟配合。所以其实，大哥你在挑选这些农产品的时候，除了是比如说看他们有哪一些认证的标章，是不是也有亲自的去跟他们沟通？去农地看看他们的环境，才知道说哦，它的种植是不是真的是你想要的这样？是的，我都会到现场去哈，我会到小农那边，到他们的农场，然后去看他整个栽种的环境。然后我还是要挑选我们喜欢的一个，我们需要的那个，因为这个颜色哈，每个季节不一样。没错。水果你知道吗？有时候深色，有浅色，有甜，有稍微不甜一点点。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挑这个果实饱满的、色泽鲜艳的，我们会以这个为挑选的一个原则。哇，古说啊，爱做呀安健康，韩国又对身体好的点心啊，其实无安健啊，要付出同等努力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跟同大家讲。好，欢迎又做到福喜来嘅节目，我係钟英權阿權妹。今日節目地度同大家紹介係清康嘅韓國愛情嘅清定一下嘅包嘅同甜嘅點心咯。剛才看到當地一下嘅包子啊，還有一些很特色的產品。其實啊，剛剛蔡太狗同大家講要的顏色，它的色素都是取自於天然的。是。那除了剛剛我們看到的卡樂包之外，其實還有非常特別的產品哦，就像是這裡，噔噔，它是西瓜的造型哎。對，那個西瓜蛋糕。西瓜蛋糕，那它裡面也有西瓜味嗎？其實沒有呢。我們西瓜哈，因為西瓜的顏色哈沒有辦法凸顯出來，所以我們也採用火龍果。火龍果就是它的上面，紅色的火龍果。紅色的火龍果，那下面我們的這個是用綠茶。哦，綠茶的部分。那這裡呢，像這一個，像這個西瓜饅頭哈，西瓜饅頭這個裡面紅色的一樣是火龍果汁，是。然後它裡面還有一些這個像這個內餡的部分哈，這個是巧克力哦，因為小朋友喜歡吃巧克力，對。之前是用那個亞麻仁，亞麻仁吃起來沒有味道，小朋友聽起來對，小朋友也不知道什麼叫亞麻仁，對，他要吃出口味，結果我們這樣測試以後，這樣子的反應非常的好，就是加入了巧克力，然後外皮是用菠菜汁，對，那黑色的一樣是用竹炭，但是在這裡有一個就是在皮的部分，因為最近哈，我們這一個西瓜饅頭做了很多，所以就產生一些材料上的困擾了。對呢，你菠菜可能比如說本來過去的用量是多少？那今年是不是因為做了西瓜饅頭，那菠菜的用量大增？是，那怎麼辦？這一個菠菜哈，現在不是產季。現在唯一可以買得到的哈，就是高山的，他們所謂什麼梨山那邊山裡面才有種，但是那個價格高到嚇人，一斤哈，現在一斤啊要100多塊。哇塞！所以就為了要用天然的色素做天然的點心，所以因為季節不對，所以成本需要提高。是。不過你很懂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很想要知道啊，如果說你的色素不是不对的季节，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我想要吃什么某种颜色的水果，但是却不是这个水果的季节，那是不是就没有那样产品了？这个我们有做了一个措施哈，就是一般来讲，像现在火龙果是产季，对，或者是说南瓜是产季，我们就会大量的跟这个在地农民，我们会大量的收购，然后我们把它做成半成品。所谓做成半成品，就是经过我们的所谓的热处理啦，很多工序完了以后，我们会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哦，对，那我们就可以长期的使用。但是今年因为菠菜没有办法，菠菜我们现在后龙跟西湖这个区块现在不是产季，没有，所以偶尔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只能从这个高山那边去购买，成本比较高，成本就会变很高。对，但是这些天然的食材、天然的色素做成这些可爱的点心，它们的保存期限是不是也不能太久？是的，因为你加入天然食材，那我们包子这个又
绝对不能放防腐剂。我们也经过那个SGS 的一些那个检验，对，所以里面是绝对不能添加防腐剂，也不能添加食用色素。哇，对，所以它的保存期限就会比较短一点。如果在常温的话，常温冷藏我们只能放3天。3天，对，冷藏3天。要长期，如果譬如说我们如果想放半个月。那就只有放冷冻库里面。冷冻要吃的时候，这样拿来蒸蒸一蒸就可以吃了。是。哦，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是蒸呢，就是包子，它的制作的方式，它的料理的方式是用蒸的。是。那其实刚刚有提到一点点的这个蛋糕，西瓜蛋糕，它是用烤的。对，西瓜蛋糕是用烤的。对，那我很怀疑用烤的西瓜蛋糕，它的色素不会因为烤箱的高温烘烤而不见吗？这个我们也经过这一个制作的一个工序，它会比较麻烦一点，就是我们要先煮过，我们要把那个火龙果啦，经过加热以后，然后煮固定的一个时间，急速降温，然后我们再去加入面糊里面，它就可以色泽可以保存住。不过它还是会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如果反复的蒸吹或者反复的烘烤，它颜色一样会退。因为它是天然的，所以这个可能周唔得就是本熊拿出来蒸过之后，那我没有吃完又拿进去冰，又拿出来蒸，是它颜色会慢慢淡，因为它是天然的，这个没办法克服。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做这事都抽hình安定一下，韩国又懂后生又懂孔天的点心，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很好奇的想要问一下大哥，这么可爱的东西，你知道我看起来就是觉得很少女心。蔡大哥是一个大男人，很 man， 但是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么可爱造型的包子跟蛋糕呢？是的，这个讲到这个，我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心情又会上来。对，因为会做这个，是因为我从小我就跟随我的爸爸。在做这一个食品的东西。家里以前就是在从事食品的。我从7岁开始做。7岁是认真的在做，还是说只是去插个花帮一下这样子？不是插花我是下课回来就要帮忙啊。对，我早上3点起床呢。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我们那个算是民国40几年出生的那个年代，我们比较辛苦。所以那时候家里是做哪一个方面的食品？我们那时候做的食品做很多，有做面条，有做蛋糕，有做做煎饼，还有做一些那个喜饼的跟面包的，我们通通做。哇，难怪要7岁就要帮忙了，很辛苦。是，那讲到说会做这个卡乐包我就要叙述一段故事。就是我7岁开始学做这个的时候我爸爸有在做，乡下有那个拜拜的那个寿桃、面龟、酥头，对，那剩下的那个面团我爸爸就会捏那个很可爱的小动物的那个馒头给我。对，那一份温馨我到现在这个心里面都还犹记着。所以我想说，能够把这一份幸福，这一份温馨，把它传递出去。所以我就跟我的师傅一起开发了这一些卡乐包。我觉得这个小时候的记忆是很多人都有的回忆，就是可能像我小时候也有啊，我就跟我妈妈做水饺的时候有没有，然后我就要捏的奇形怪状啊。是。所以大哥也是因为你小时候做出很多，爸爸做出很可爱的造型的点心给你，所以你就觉得记忆里面有这个可爱的点心有一份憧憬。是。那你是从7岁，你刚刚讲7岁开始做嘛？7岁就一直做到现在吗？其实我中间还是有一段时间啦，因为比较叛逆啦，叛逆期，我就国中毕业以后，那时候我们是国中的好像第3届，毕业以后就不想读书，我就跑到高雄啦做铁工，然后做了半年，又被叫回来，说家里面要帮忙，好啦，那不得已又回来了，但是回来做个半年，又觉得好像
还是要出去闯一闯，去学学自己想学的东西。是因为从小就在家里帮忙，所以觉得烘焙就是做这些食品很辛苦。对，会不喜欢那个环境，有点排斥。对，所以我做了很多，甚至于我还做牙技师。牙技师，对，做牙齿的。牙技师应该要学很久才可以当吧？对，我也去学了1年。所以就是在当兵之前呢，这样往往返返呢，也做了2、3个。学了2、3种技艺啦。当退伍的时候我刚好很幸运，在军中我是修车的。我就是负责修车的，所以我也学了一些修车的技艺啊。其实我修车很厉害的。哇塞！我退伍以后，我要当1年的，我在那个我们北部内湖，我当1年的修车师傅。所以大哥整个绕了超级无敌大一圈，什么时候才绕回来？就是本来家里的这个事业。对，到最后有一次做菜市场生意，然后发生车祸了。我想说，好吧，那想一想，不知道做什么好，还是回到自己比较熟悉的，跟面粉有关系的食品业了。你们还按呢哦，有看到吗？蔡大哥给。绕了一大圈，清明行黑赚都给轻松吃的面粉团里面。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继续分享。好，分享有真的福氣來嘅節目，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啲都同大家小姐係同空間，韓國社要同安心，韓國愛情要同定一下嘅點心哦。剛剛有講到啊，附近有我們的蔡大哥，他是已經是繞了一大圈，行嘅東泰一林是幾歲才決定又重回這個食品業？到了26歲，26歲還好，還是很年輕啊。但是26歲又要重新，去嘗試一個新的行業，對，學習一個新的技藝。學徒可能10幾歲，初中就開始拜師學藝、學烘焙了。是。那大哥，你從26歲回到這個食品業，直接就選擇糕餅業了。是。直接就選擇在糕餅業發展。是。對，那你有覺得26歲？回到這個食品業要付出什麼努力嗎？跟其他年輕的學子們比起來，其實還好，因為我對於麵粉我之前做過那個食品的，所以對於麵粉啊，這些麵粉、糖啊、油啦、水啦、蛋啊這些東西，我在原則在基本上我還知道它的特性，但是一進入這個行業也是蠻辛苦的，因為整個消費形態跟我以前所學的不一樣的，技藝上也不一樣的，所以要26歲其實要很辛苦呢，而且又要在很短的時間裡面我要去把技藝趕快學成，這個才是困難。聽說你在人家1年愛學習到的時間底度，你1年就做到了。但是1年我也花了5年的時間。什麼意思？其實是這樣子，我之前上班的時候以前上班比較辛苦，7點上班在三重，然後我住回龍，三重回龍也是蠻遠的，坐車大概將近1個小時，哇，所以我一定要5點半就一定要起床，你看5點半起床到三重7點上班，但是以前更辛苦的是每一天晚上都工作到9點半哦，現在是超時，以前不叫超時，我們都要上班到9點半才下班，但是下班以後，因為我要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去學會所有烘焙的技術，所以9點半下班以後，我不是直接回龍哦，我還坐着車子，我還要往台北市。你走馬凱去幹嘛？下班了呢，還要去台北市幹嘛？對，我大概每個禮拜我會設定2家知名的烘焙店、麵包店或者蛋糕店譬如說以前的什麼順成啦，以前的什麼普吉啦，這一些有名的名店，或者是說比較老的，像采之齋啦這一類型的比較老的店，我大概會設定。每個禮拜設定2個店，我會去看，
看完了赶末班车回家。所以是去参观吗？还是说会去跟他们的师傅聊天？会去参观，然后等我休假。我以前我们一个月休2天哈，这休假的这2天，我就会跑去跟他师傅做交流，去请教他们。哇，这是非常非常用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感受到蔡大哥你都爱学习，想要学习，除了平常在上班学习之外，其实也利用上班其他的时间，下班之后的时间来学习。是。所以刚刚大哥讲说，他在1年内其实也花了5年的时间来学到。还有不止这样子哦，我还有不是讲1个礼拜有2天会到那个店里面去看别人的产品，然后还有再来另外的大概会有4天，还有1个晚上比较轻松而已，我还有4个晚上。我家里面我还买一套买一套器具包括烤炉啦，包括这个搅拌机啦包括所有的器具啦我回家以后我要开始练习。天哪，一整天都在面糊团里面不会觉得很腻吗？对，所以每天大概都要到凌晨1、2点。哇，很辛苦。这样子不过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效，就是我1年就可以把5年的技艺1年把它学成。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大哥很快的就可以就是变成老板。那后来自己出来开店之后，有没有觉得当老板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在这个烘焙行业里面？有。我以前当学技术的时候，我认为说学技术真的很辛苦了，但是当了老板以后才知道，老板真的不是人干的，老板更辛苦，尤其是前一阵子食安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食安要面对产品的问题，还要面对消费者的问题，现在又面对一个无法抗拒的食安的问题。对，像之前的3聚氰胺原料都不知道要怎么选择。对啦，取营剂的问题啦，还有那个猪油的问题啦，每一年都会有这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大哥，我听说您的理想、您的展望，就是希望可以让每个产品都建立让消费者可以看到它的生产的履历，对不对？是。那因为太多的这一些食安的问题消费形态也一直在改变，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在着手，每一样产品，譬如说我们这一些在地的一些蔬果，我们都会建立一些 QR code。所谓建立 QR code 就是它的生产履历，包括这个蔬菜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整个制作过程到整个包装好，到它的一些这个营养标示，我们都会标示得很清楚。那而后只要点入 QR code， 每一样产品都有 QR code， 点入 QR code 以后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生产履历。按呢，小 Fisa 就坐在安心，非常安心的吃这些产品。那除了像刚刚我们介绍很可爱的造型之外，其实大哥因为在苗栗竹南要到寿菜经营你们的店面，那其实里面也融入了跟客家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客家煎饼。这个客家元素的客家煎饼，好，送了呀客家煎饼，迄嘛个东西，先来看一套样片，看几个用嚟做嘅哦。做饼之前，处理铺菜除咗架鋪嚟做，洗好嘅鋪菜剁碎過後，行為先配皂，配嘅時間拿蔥浸為皂，如果溫度調高，梅就會走體，所以就反覆嚟行應該進行。當你下班過後，你用配上含住嘅溫度來配。像这个福菜烤好之后就是要用过网筛，用筛的把它筛过，粗网用粗网筛筛成有颗粒状，等一下做起来那个福菜的客家煎饼才有颗粒的。鋪菜原料準備好，嗱只隻重點就係餅本身嚟，撈湯攞嚟到隔冷水中燒中睇過後。高加熱輕熱，拍馬哥麵粉嚟到攪進來，等陣熱各種嘅原料充分融合。
哇，原来按呢就做出客家的煎饼哎，而且其实客家的煎饼唔单像刚刚你看到给铺出来的口味而已哦。听说蔡大哥还有发明其他种跟客家相关的元素结合出来的煎饼，对不对？是我们客家煎饼总共有目前有结合4种客家元素的，对这个煎饼。有一个福菜，福菜是最有客家味的。我相信只要提到福菜，大家都知道跟客家绝对是有关系的。对。然后第2个是擂茶。哦，擂茶。对，擂茶也是客家人宴客的一道好的饮品。没错。再来是东方美人。东方美人茶。对，这个也是我们大概我们那个这个石头山路附近这边。出产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蓬风茶，对，蓬风茶哈，然后再来一个是金桔，金桔也是我们客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农产品，对，所以我们结合了这4个客家的元素，把它做的这一个客家煎饼。真嘅，我知道蔡大哥给他的爹妈懂 TP 咧，就会用在地的食材做出在地的口味，然后再加上令人讨喜的造型，对不对？鼓手啊，大家呀哈，有限的时间就做在去到苗栗种南，也系讲呀哈，中秋节半夜班就会到了，大家做在去种南，请蔡大哥买给他的东等一下，韩国妹都有 T C 的产品哦。今天非常谢谢蔡大哥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怡晴，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先休息一下，等下甜甜欣赏好好的运动了。